好，來繼續來看台中北屯一間賣場的停車場發生着竊盜案，有一個車主甲伊特斯拉的車停佇個停車場，車無鎖就入去買物件，結果着賊偷。這個賊仔穩去佇車頂，烏白顯烏白曉，當場互車主撞着。啊，這個男子犯案的過程，攏互特斯拉的掃屏模式錄落來。講這個掃屏模式是特斯拉監控的功能，只要有狀況，就會錄影保存影像，將做破案的關鍵。行車記錄器翕到一位穿普小衫的查甫人行到特斯拉駕駛座，拍開車門，佇咧敲物件。落尾駛過車頭，閣行到副駕駛座，開車門，佇咧敲物件。雄查甫人關車門緊走，另外一位穿烏衫的查甫人落佇咧後壁，要甲伊掠轉來。事發就佇咧過後暗時9點外，台中北屯這間賣場的停車場，當時車主去賣場買物件，手機放佇咧車頂，且無啟動自動鎖的功能，互查甫人撞到機會。不過查甫人無注意到特斯拉已經把過程全部攏錄影落來。是沒有什麼錢財啦，但是我證件什麼在車上。看到他的時候，他就是車門已經開了，然後他身體在裡面這樣子，然後他在翻找東西，然後我叫他的時候，他就馬上把門關起來就跑走了。對。車主伊先生講，伊落到大路，拄到另外一位熱心的民眾來盜掠人，問才知影原來這一位熱心的民眾嘛是特斯拉的車主，因甲穿普小衫的查甫人遊轉來車邊檢查什麼物件碰見。以竊盜未遂罪嫌移送台中地檢署偵辦。警察調查，這一位穿普小衫的查甫人是33歲吳先生，敢若是竊盜慣犯。雖然做賊仔無做成，嘛是去予伊竊盜未遂罪嫌上班。Hello， 我是雷亞，想要搶了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